飘作虎，没有师承家门，缺乏规矩，但缺乏规矩也意味着绝对的自由。紫砂与陶艺的分水是拍打成型，而有相当一部分壶手放弃了木拍子，改用手捏，这种壶叫手捏壶。手捏壶追求薄胎轻盈，最怕烧炸，成型全凭壶手指力。指力不均，壶壁的薄厚出入太大，入窑烧制会受热不均，出现裂口，会失去视觉平衡，成为一把孬壶。熟手也难保绝对烧成。周导的手法并不熟练，因此自称手拙。手艺的路它其实挺深的，上手容易，深入就很难。他们就说我幸运，说我入行太快了，都能找到这样的方式。其实你还是不停地去实验，然后我还想很多其他的呈现，可能就需要其他的手工艺来加持了。做好的壶坯表面印满了细小的指纹，藏家可以借此品味壶手的力道、角度、心情。两个素未谋面的人，通过一把壶完成朋友般的会谈，这是手工壶的魅力。疏通水孔，装嘴把，效果不太满意，继续用滋泥修整。或许是灵光一现，壶手临时决定把滋泥涂抹在壶身上。这一反向操作着实惊到了我们。周导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仿佛我们与他之间隔了一层真空玻璃。他沉浸着，将半稀不干的滋泥涂抹到精心筹划了半个多月的壶坯上，像一个导演亲手格式化了自己的素材盘，把一切推倒重来。